足巧哦，这是枕头，你安做像安尼，棍这较这样过头的枕头，这是棍的枕头。阮较早阮阿祖阮阿公伊用这，拢底下买个枕头，这枕头。啊，你啥哦？恁就来个，带你来。丸子滴。这个古时候的电暖器。电暖器。足寒对不对？你使，足寒对不对？按火炭，烧火炭放在这个内面遮，只要一个底火炭，手烘，就烧就袂寒。这用电暖器插电的，古早是用火炭，这叫暖炉暖炉，台语叫烘炉，烘炉。这烘安尼手的，袂要烤肉的哦。这烧，较早阮阿妈阮阿祖吼，伊拢会用烘炉用足寒时手怎安尼？哦，这烘烧就袂寒，骹安尼烘袂